喂，会穿麻紗？我會穿麻紗。麻紗啊，到底係麻紗啊？就係嗰隻麻紗啊，還有賣麻紗，就係麻紗啊。就係嗰隻蔥果嗰隻麻紗。哦，你講嘅係5月前嗰隻麻紗哦。啊，你答唔錯填法咧，今冇啲咧呢？啊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记，你们应该会记得我的名字，你的应该不会记得我的名诶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是在讲一个四线腔跟海陆腔的一个误会的一个小故事哈。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什么事呢？其实就是2个人他们在打电话 ，A 接了嘛，然后他就问他说：“你要找谁啊？”这个是海陆调，你会穿麻紗，你要找谁？然后 B 就说：“我会穿麻紗。” B 是讲4线腔的，他就说我要找玛莎。然后呢，经过稍微长一点点时间的去了解之后，才发现哦，原来我要找的这个人叫做玛莎。那么玛莎呢，它刚好在海陆调里面是什么人的这个意思，好，就嘿玛莎，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讲电话的一个误会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个礼拜同样的时间要记得来哦。我是英记，拜拜。